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做苦伴，只要你做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你并无做错，这毋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。我是第一感觉，我老爸是安怎来这么固执，我袂听我的苦劝。不管怎做，拢是我逼你做选择，今仔才变成安尼事。无，你并无爱我选择啥物，是我家己爱去面对一寡问题，家己爱做选择。天灵，你认为安怎做比较较好？你落去做。我若真正安尼做，恁阿爸一定袂原谅我的。假使阮阿兄若当选，伊的个性甲做好，伊一定会甲麒麟公司互相勾结。到时阵，受害是咱才会长远。当初，阮老爸讲那遐一定有这人接骂，连阮等家己囝孙孙，只个头路我都压起。你讲的是无毋对啦，可咱的代志，恁阿爸绝对袂原谅我的。咱即摆目前的问题已经足侪啊，我是惊这件代志会去伤害到你甲恁爸爸、甲恁阿娘的感情。阿母，你莫阁为难阿大的代志，你有当初我拢无讲过啊，安尼好无？讲啊输，我若无法度兼顾，我甘愿选择放弃。丽姐，来，丽姐，蔡三姐啊，恁那客气，叫我天天地使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小啊，无用看着。无啦，我就是讲你先生的车，大家拢会认的啊。是啊。唔知谁后倒来来。哇，安尼一路上一直足刺激，足好耍的。好啊，查囡仔安尼讲啥物笑话啊？啊，哎，你头壳歹呢，你定定甲小我啦，甲政府人安尼斗阵哦，迄较好的步拢无咧学咧，你咧是真害咧。你哪有啥物法度？我毋是去整着你。喂，阿弟。歹势，无啦，我是讲叫我国大姐啦，啊，歹势，你惊着？你是啊，无啦，天你啦，过去吼，我有较失礼的所在，请你莫见怪。坦白讲哦，我出惊哦，你今仔无爱来阮兜呢。莫安尼讲啦，其实讲起来，较早我做法嘛毋对的所在。好呀咯，听你讲这句会知讲哦，你标准的青年，年轻有为哦，会用讲哦，大场面看真济啦。嘿，迄无怪哦，小我来讲，叫啊，妈你来甲我斗相共啦。嘿，啊，无怪讲迄个政府人哦，哎呦，对你印象偌好咧呢。是啦。赞赞赞。啊，
你阿仔，啊，你喘什么大气啊？国大啊，小学咧，人家摕你这样标准的青年。蔡三叔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其实有真侪所在，我搁会甲阿大兄请教。我是感觉讲哦，你无适合我咧装卡，你也是哦，转去恁都市啦。这段时间来，我伫遮过了真惯势，我相信我会一直大落去。我嘛希望我会当带遮成家立业。赞，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蔡三叔啊，是毋是使互我先看卖，即摆咱目前的计划甲做法？哦，当然的，当然的。段，你先啦。啊，天爷，你看呐，宣传啊，搁较加强呢，爱搁较有力的。攻击对方的缺点的时阵吼，爱一声就好对，互对方无法度当辩解。对，安尼赞。多谢呢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讲是足好听啦，毋知做会到袂到一个问题啦。现在本人亲身来甲各位拜托，亲像宝贵一票，拜托可能咱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感谢咱这勇气时代，咱这四星宫，咱这勇气时代哈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托，大家来支持，3号哈，永久好算是登记第3号哈，各台现在本人亲身甲你拜托，再拜托哈 ，OK， 谢谢，加点嘞。一定要咱这四星宫哈，来拜托，大家来支持，3号。老龙哥啊，真麻烦你嘿。拜托3号中国台再讲传承一个嘿。来，干嘛？哇！我这国台是摕我的钱互你，你哪很不答？对啦，你若照我交代落做，安就对啦，吼，会记哦，对啦，好啦，好，你毋是咧为选举代志，你走来通声啊？对，爸，我都是为了选举大家吹的。你来看看嘛。自从游乐区开工以后，一下雨溪水就满起来，溪底的鱼也死得没半只。所以，请诸位乡亲支持决心打击特权的张国代，支持登记第3号的张国代，拜托！国代做乡长，乡长选国代，美丽山坡地，溪底水清清，有鱼也有虾。喂，你有听着？若是继续安尼落去，阿呆的声势愈惹愈悬呢。好，正阳，你马上去户政事务所去改名，改到这立委、陈立委。爸爸，安那向叫我去改名？但因是国代啊，上无咱嘛爱一个立委对无？安尼阁有理哦。我随来去。对啊，这放鱼的代志，嘛会解决。谢谢，拜托，多谢领导，感谢，谢谢，再拜托，3号哟，3号中国台哈，3号中国台，感谢。天灵，请问你开来？我老龙已经来啊，等我你们拿话东西。卖会啦。这代志办了安怎？国代选乡长，乡长选国代，美丽山坡地，溪底水清清，有鱼阁有虾。即摆即句话吼，四季囡仔拢咧念。啊，大个声势吼，无管嘛袂用咧了。真是的哦。啊，阁有吼，
听讲恁阿兄仔为着这个阿大的声势吼，特别走去户政事务所吼，讲要改名，改做立委，立委，改做总统嘛无效。上客平常时拢歹做寡好代志，我看吼，伊下一步棋吼，一定是开钱去买鱼，放大溪仔底。哼，愈来愈趣味咧。 是的啦，我毋是调工的。我要紧啦。哎，来，这是阿老汤，你看小品食。吼，强要互你饲做猪公啊！今年是猪年啊，你想猪公是安怎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。我是红龙来跳出来，这块地恁阿爸已经在我们公司啊，恁来即时搬离开遮。免甲因讲迄个废话啦，我来手开吧，听都是啦。你安尼做是什么兄？你真正唔知影见识？谁做你什么利息都无咧？你看，你有看到这个囡仔无？这个小木对你来讲，可能是啥物意义了无？但对面这个囡仔来讲，我刚才是一个小天堂，你知影无？对不起，我看你嘛是对我顶做的，是安怎你是点仔良心都无？是安怎你是点仔良心都无咧？我嘛是食人的头路，我是来一乡两乡的，我拜托恁。 我是来劝你，希望你会当搬离开遮。这个土地，想妈留予我，我已经按照伊的遗言，把这个土地去种小教室，来照顾这个囡仔的顾题。这我知影，不过恁阿爸已经把这个土地卖予阮的建设公司啊。这一切拢嘛是无合法，想搁无土地我的囡仔，囡仔应该政府对付。 公司买这个土地是合法的，而且嘛有根据。恁阿兄偷摕你囡仔，以法律上来讲，是恁的家内事。听讲恁阿兄为着这个阿大的声势吼，讲要改名，改做立委，改做总统嘛无效。上客平常时拢歹做寡好代志。 伊下一步棋吼，一定是开钱去买鱼，放大溪仔底。哼，愈来愈趣味咧。爸，因讲我改名的理由无够，所以无法改。不过，迄个鱼仔买好势。你买好啊？啊，毋过你较细粒了，放下厝，人唔知影。我知影。爸，哥，好啦，食饱无？来，到你来食。对啦，我已经食饱啊。哦，哦，你搁知影转来？最近是毋是真罕你甲你现两来哦？爸，我拄则听讲，你要买鱼。啊？哦，买鱼哦，买鱼要来煮啊！你就知阿爸爱食鱼啊，对吧？对啦，对啦。爸，你是想要买鱼去放？啊，对啦，迄放生吼是好代志呢。哦，对啊。我从来捌听过讲，有人去买鱼，甲买鱼放生，哥去别个手段，早把叫人拆破。
讲啥话啊？好啦好啦，莫安尼兄尾仔定咧等啦。唉，阿芬啊，莫当后辈讲啊，讲啥物欺骗的手段，唉。爸，溪底无鱼甲无虾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大家嘛拢知影是因为要去迄落游乐区，放了伤济砂糖剂甲除草剂，鱼甲虾不了拢会死去。好啦，莫当讲啦，遐济。哇！好啦，你莫搁讲啦，你莫安尼每回摕转来，拢讲阿爸咧遐唔对啦，咱爸仔囝敢袂安尼好啊讲一下话咧。爸，我毋是要互你烦恼，我。好啦，大概讲无两句，伊搁来啊。爸绝对袂去买鱼放喺溪底来欺骗乡民。但即回恁大兄要选举，你定好好斗三工者，斗邮票者，知无？最近这几工阿大声势毋知安怎，说愈溜愈悬啦。哎，宣传的向比较遐努力，毋知啥物人伫后壁甲斗出主意。哥，假使咱嘛无做啥物唔对，别人就无法度攻击咱啦。问题是无剩几工啊啦，但阿大声势若是愈溜愈悬吼，是要安怎？阿芬啊，你都一定爱甲我斗三工呢。哥，毋是我不爱甲你斗三工啦。假使你若会当答应我几个条件？你是讲迄几项条件？无问题啦。你讲啥物条件吼，我拢会答应你啊，吼。对啦，阿芬啊，当恁大兄要出来选举，恁若无甲斗三工哦，会晓出面去隔壁的人哦，讲你晓的，讲你唔对哦，你知无？李先生，阿芬伊在庙口。请问是发生啥物代志吼？无啦，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伊在庙口替人分摊邮票。会害啦，这个代志若是让人爸知吼，代志就大条啊。伊是咧替大兄邮票。不要太闪现了。我这边睡啦。天气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有情免惊缘分薄，我甘愿。阮阿爸保证绝对袂去买票，伊也答应我，一定改善游乐区做钱。我唔敢讲伊一定会欺骗你，不过总是爱试看卖啊。我袂叫你莫去甲阿大斗相共。我嘛知影你心内真希望恁阿爸、恁阿兄会当改善，我嘛是希望安尼。不过一个人的个性，做法要有改变，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应该可能伫遐短的时间有遐尼大的变化。这样老生，我什么袂应该。这关系到麒麟公司的利益，这内底是真复杂的。麒麟公司一定会用各种的手段来影响到恁阿爸甲阿兄。我也叫阮阿爸讲咱遐，甲麒麟公司划清界线。迄是无可能的啦！我有听邱条明伫讲，
你若遐去台北找囝仔连去提钱，这有可能是买袂土地钱啊。厝都还袂拆，土地还袂交互因，太可能是买土地的钱。你是安怎确定阮来遐所做代志拢是毋对嘞？郑芬，好啊，咱莫搁讲啊啦。等你刚你讲着阮来遐要改名代志，你是安怎这么怀疑？敢讲你所做代志甲所想的代志拢袂毋对是？我就经过这个所在，才随便坐电梯转起来，想要看你啦。妈，有啥物代志？你搁即摆搁叫我妈妈？这啊。天年自从找迄个陈小姐来厝的了后，伊虽然逐工敲电话转来，都毋捌提起讲迄个陈小姐的代志啊。我伫想讲，天年绝对是想讲爷你遐做毋对。我这个囝是爱民主的人，无爱讲出来利益。不过，你嘛知影讲伊心肝真软的人，对？